今天我们来扒一扒 MPD 女生的7大特点。MPD 全称自恋型人格障碍，这种女生呢，可能是你遇到过最迷人也是最危险的存在。我见过太多优秀的兄弟呢，被这种女人吸干了精力、金钱还有自尊，最后还觉得是自己不够好。今天的视频呢，一定要收藏起来反复看，因为认清了能救你一命。MPD 女生的第一大特点超强的初始吸引力。兄弟们，如果说一个女生在刚认识你的前2周就对你展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赞美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。正常人的情感是循序渐进的，而 MPD 会在短时间内给你灌输一种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人这种感觉。他们会研究你的喜好，然后完美的扮演你理想伴侣的角色。这个不是真爱，这是他们又筛选出了一个好血包，为的就是快速的吸引你。接着就是 MPD 的第2大特点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。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围着他转，你的一切都应该为他服务，你的朋友应该成为他的朋友，你的时间应该围着他安排，你的隐私在他眼里不存在的。你会发现你慢慢失去了自我，变成了他的附属品。第3个特点，他们的自尊心呢极度膨胀，但又极度脆弱。表面上他们会表现得像女王一样高高在上，动不动就说你配不上我，但实际上呢，你会发现你只要稍微的质疑一下他，或者说不满足他的需求，他就会立刻暴怒或者崩溃。这种极端反差不是情绪化，而是病态的自我保护，为的就是驯化你，让你不敢再忤逆他。第4个特点，他们有着惊人的情绪操控能力。今天可能对你爱得死去活来的，明天就对你冷若冰霜。这种情绪波动呢，不是因为他太爱你，而是因为他在有意识地控制关系的节奏。当你习惯了他的热情之后呢，他会突然冷淡，让你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。当你准备放弃的时候呢，他又会回来给你一点甜头，让你重新的燃起希望。这个不是爱情，兄弟们，这个是驯养。第5个特点，他们有着病态的需要被崇拜的欲望。大部分女人都渴望被爱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而 MPD 女生需要的是被崇拜、被仰望。她们会不断的去测试你的忠诚度，要求你做出各种牺牲来证明你有多爱她。但是无论你做了多少，她都会永远嫌不够。第6个特点，永远的受害者身份。当你去环顾她的人际圈你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，所有人都辜负过她。他会告诉你她是如何被她前男友伤害的，如何被朋友背叛的，她的前老板是如何的不懂得赏识她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她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坏人？为什么每一次都是别人的错？而这些悲惨的故事呢，会一次次的成为她获取关注、同情和资源的最有效的工具。最后一点也是最危险的，他们的恋爱模式是理想化、贬低、抛弃的循环。刚开始他会把你捧上天，让你感觉到自己找到了真爱，然后他开始挑剔你的缺点让你不断的自我怀疑。最后当他找到新的目标，他会毫不犹豫的抛弃你，仿佛你从来没在他的生命中存在过。那很多兄弟会问，这种女生这么明显，为什么还是会有人陷进去？因为MPD 女生的外表通常极具魅力，而且非常善于在初期展示出你理想伴侣的一切特质。他们就像是专业演员，能够完美的扮演你梦中情人的角色，直到你完全沦陷进去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兄弟在被这种女生伤害后，还会陷入一种错觉，认为是自己不够好，是自己配不上她，甚至还会想要疯狂的去补救这段关系。但实际上呢，你要明白一个残酷的真相， MPD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性格缺陷，而是一种连心理医生都放弃治疗的人格障碍。他们是没有心的空心人。如果说你发现自己正在和这样的女生交往呢，最好的自救方式不是去改造她，而是去挽回你自己的尊严和生活。好的感情一定是相互滋养，彼此变得更好，而不是说让你怀疑自己、怀疑人生的。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优秀、健康、值得你去付出的女生，千万不要把时间和心力浪费在这些情感吸血鬼的身上。